好来，乡亲啊，咱回头来看这届风台的算长，先来看这个台南北门井野卡下盘盐田已经超过100栋了。2009年登录为台南历史建筑文化资产，结果伫这届风台拢废掉，一堆搁一堆的小盐山总扬去，在地乡亲讲损失900万。 空气的画面，亲像基盘假野的盐埕，敢若剩积水含土沙，被湿是盐全部扬起。是在台南的北门区，那在这里呢是著名的景点，叫做井野卡盐田哦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可以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哦，过去这个棋盘式的这个盐田哦，每一个棋盘格上呢都有一座座的小盐山。因为大风雨伫咧扫，和规片的盐埕拢无去。 对比过去盐堆白色色，如今盐埕扬起，美丽景致对咧失去。估计应该他半个月都无多啦，电那条拢无烟气，要恢复电也无多，歹恢复啊。啊，所以讲你安尼看起来，伊安尼损失到900万呢？有啦，超过哦。 超过了。北门有名景点井卡盐埕是台湾即马上古早的盐埕，嘛是到即阵唯一个应用明郑时期日头拍盐的古法来生盐的所在，超过100多年的历史。伫咧2009年登录做台南历史建筑文化资产。 嘛转型观光，这一边受到风灾损长，四周围的电火条啊倒去，包括附近的店家厝顶嘛叫吹甲烧起来，拄啊以啊趁钱的工具家私倒几排，损失惨重。过去便拿到台南沿海拢会来到盐埕翕相拍卡，如今因为风灾电力设备害去，强风大雨灾难，文化资产嘛受到严重损害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